您是否曾在深夜熟睡时，突然被一阵剧痛惊醒？那种感觉不是被闹钟吵醒，而是小腿或脚掌突然传来一阵撕心裂肺、如电击般的剧烈抽筋。那种发生在凌晨3点，让您痛到哀嚎并跳下床的腿部痉挛。如果您已经年过60，请放心，您并不孤单。根据医学统计，高达60%的银发族都曾经历过这种深夜噩梦。许多常辈朋友如陈伯伯或林大姐都曾向我抱怨，这种痛楚往往来得毫无预警，且在抽筋过后，肌肉的酸痛感甚至会持续整整1天，严重影响白天的活动能力。然而，这里有一个令人震惊的真相，那种疼痛并非随机发生，也不是单纯的运气不好。身为一名投入数十年研究50岁以上中老年人营养需求的专家，我想告诉您一件主流保健食品业或许多医师可能没说的事：您在半夜遇到的腿部抽筋，几乎可以肯定只是单纯的生物电力配线出了问题，只是生物断。我们的神经系统就像是一套复杂的电路，当这套电路的传导出现异常，肌肉就会接收到错误的讯号。这种问题并不是靠那些昂贵且效果存疑的止痛药丸就能解决的，关键在于找回体内微环境的平衡。今天我要为各位介绍5种简单、美味且日常随处可见的食物。我们谈论的是具备科学实证的缓解方法，透过日常饮食的微调，就能达到长期的预防效果。但在开始介绍食物之前，让我先告诉您，为什么这件事比睡不好更严重。请试图想象一下，当您终于全身放松、心灵平静地入睡时，肌肉却突然像被打了死结一样剧烈痉挛。许多常辈朋友告诉我，他们甚至因此变得害怕睡觉，躺在床上时全身紧绷、提心吊胆地等待住那随时可能发生的电击感。这种持续性的睡眠破碎化不仅令人烦恼，更是充满危险。2024年老年学期刊的一项重大研究显示，长期受夜间腿部抽筋所苦的长辈，跌倒风险增加了47%。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，因为长辈在半夜惊醒时，往往处于意识混乱与迷失方向的状态，在急忙下床拉筋或走动时，极容易发生碰撞或跌倒，进而引发更严重的骨折问题。此外，长期的睡眠不足也会加重焦虑感并增加心脏的负担。这不只是小问题，这是一场关于生活品质与生命安全的危机。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？简单来说，您的身体处于脱水状态，但这跟您想象的缺水不太一样。您缺少的并不仅仅是水分子，我们的肌肉是由微小的电脉冲所驱动，就像身体里的电线一样，而这些电脉冲是由称为电解质的矿物质所控制。您可以把电解质想象成肌肉的安全防卫队。当您体内的关键电解质，特别是镁不足时，肌肉就会变得过度活跃，就像安全防卫队下班撤岗了一样，导致神经错误放电。这时肌肉接收到的不再是平滑的放松信号，而是混乱且持续的收缩指令。加上许多常被服用的血压、利尿剂等常用药物，往往会将这些关键矿物质排出体外，形成了一种残酷的恶性循环。虽然我们习惯在当下伸手拿止痛药或赶快强行拉筋，但那就像是在断掉的电线上贴胶带，治标不治本。现在让我为您介绍真正的解决之道。这5种特定的食物富含必需电解质，能为您的肌肉系统进行全面充电。第一种，香蕉，这是最经典的选择，但您可能不知道这简单水果的真正威力。香蕉是公认的抽筋克星，
一根中等大小的香蕉含有约422毫克的钾，这非常重要，因为钾是细胞内外液体平衡的主要调节器，它扮演住刹车的角色，会告诉神经何时该停止收缩。佛罗里达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，运动员在激烈运动前吃香蕉，其肌肉损伤和发炎指标明显低于喝糖水的对照组。对于银发族来说，这意味着更少的肌肉压力与更稳定的神经传导，进而减少肾叶痉挛。我建议在睡前约30分钟吃一根小到中型的香蕉，钾元素的吸收速度刚好，能让它在您进入深层睡眠，也就是生理时钟最容易抽筋的时候，达到血中浓度高峰。如果您担心天然糖分问题，可以尝试将半根香蕉切片，拌入1小碗无糖希腊优格中。优格的高蛋白质能有效减缓糖分吸收，且其中的钙质又是另一种稳定神经、对抗抽筋的关键铁质，两者结合是一道强大且能助眠的睡前营养点心。第二种，地瓜。对于台湾的长辈来说，地瓜绝对是全方位的营养宝库。地瓜对抽筋而言是3合1的神级解决方案，因为它同时提供了大量的钾、钙和镁。镁在营养学界特别被称为天然的肌肉放松剂，它能降低神经细胞的兴奋性，预防那些可能演变成剧烈抽筋的非自主性抽动。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，增加膳食中镁的摄取量，有助于显著改善老年人的睡眠品质并减少肌肉不适症状。一颗中型地瓜就能提供每日所需镁含量的 15%， 以及超过 10% 的钾。由于地瓜含有丰富的复合式碳水化合物，最适合在晚餐时作为淀粉来源食用，让这种缓慢释放的镁在夜间持续发挥肌肉放松的魔力。建议采用蒸煮或烘烤的方式，以保留完整的营养素，应尽量避免油炸处理。第三种，酪梨。这可能是许多常被最感到惊讶的选择。酪梨虽然常被认为是提供健康脂肪的油脂类，但它在预防抽筋方面绝对是冠军。一颗完整的酪梨含有超过975毫克的钾，含量几乎是香蕉的2倍以上。如果您的缺钾情况严重，或者平常饮食较咸，酪梨就是您的首选食物。高钾能帮助身体排出体内多余的钠，减少组织水肿和肌肉紧绷感。2021年，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指出，酪梨独特的纤维质与矿物质组合能有效改善65岁以上受试者的电解质平衡，进而稳定肌肉表现。您不需要每天吃一整颗，只需在午餐或下午茶时间吃1/3到半颗，就能让效果持续维持到深夜。第四种，菠菜。如果您的腿部抽筋感觉不像突然的打结，而是一种持续性的肌肉紧绷或酸涩感，菠菜就是您的最佳答案。菠菜富含镁和钙这2种相辅相成的元素。如果说钙质是肌肉收缩的启动键，那么镁就是调光器，两者必须在体内达成完美平衡，肌肉才能收放自如。研究发现，规律摄取深绿色蔬菜，特别是像菠菜这种高镁来源的常备，肌肉僵硬程度减少了 28%， 夜间痉挛的频率也随之大幅下降。由于镁是人体较难单独吸收的矿物质，但当它与菠菜中的天然化合物结合时，人体会将其视为完整食物，吸收其生物利用率远比服用单一补充定剂要好得多。每天建议摄取1杯熟菠菜或2杯生菠菜沙拉，稍微快炒一下或热开水烫过，能使营养更浓缩且更易入口。第五种，鲑鱼。您可能会好奇，脂肪丰富的鱼类如何解决电解质问题？答案在于2大核心成分：钾以及关键的维生素 D。鲑鱼不仅含有适量的钾来稳定心率与肌肉齐核心微力，
更在于丰富的维生素 D。维生素 D 负责调节体内钙和磷的吸收，这对银发族至关重要。如果您缺乏维生素 D， 即使摄取再多钙质，身体也无法有效利用它来稳定神经与肌肉。医学界有些没告诉您的真相是，许多不明原因的肌肉疼痛，可能只是长期的维生素 D 缺乏症，却常被误认为是老化的必然现象。一项针对老年人的随机对照实验发现，充足的维生素 D 水平与减少35%的肌肉骨骼疼痛直接相关，且几乎消除了测试组受试者的咽抽筋困扰。建议每周食用3次，约115克的野生鲑鱼这类优质蛋白质，最好在晚餐时享用，能同时提供修补肌肉所需的氨基酸。在您出发前往市场采购前，还有一个连医师都可能忽略的关键警告，请小心钠含量陷阱。如果您平时摄取过多高钠产品，例如罐装浓汤、加工过的火腿、贡丸或者是精致的咸零食，您就是在主动抵消这5种食物带来的健康好处。过多的钠会彻底破坏体内的钠钾比例，就像是在精密的电力系统中撒入沙子一样，会导致讯号干扰。一项针对3200名60岁以上成人的研究显示，即使日常摄取高钾食物，但如果每天钠摄取超过2000毫克，约1茶匙食盐，发生抽筋的几率仍会高出2倍。最后送给大家一个应急的小撇步：如果您在半夜感觉到脚趾开始发麻，抽筋快要发生时，请不要只喝纯水，这时候纯水反而会进一步稀释血液中的电解质。请尝试在一杯温水中加入少许现榨柠檬汁，提供及时的钾和1/4茶匙的海盐。这种自制的天然电解质水比纯水吸收更快，能迅速补充流失的离子，往往能在几分钟内终止肌肉的异常痉挛。现在您已经掌握了长期的食物解决方案，也有了及时的急救方法。总结这套防抽筋菜单：香蕉用于睡前助攻，地瓜晚餐放松肌肉，酪梨午餐补足高钾，菠菜平衡钙镁比例，鲑鱼则是吸收维生素 D 的关键。请不要等到下一次被痛醒才后悔，今天就从改变餐桌上的菜色开始。如果您关心自己的健康，并期望透过实证医学的方法改善生活品质，欢迎持续关注这些专业且贴近生活的健康解决方案。每一位长辈都值得拥有一整晚安稳的好眠，请吃对食物，好好休息，享受活力充沛的人生下半场。希望大家都能远离抽筋的困扰，夜一夜好眠，身体安康。